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啊，你真个创啊？我就是阿辉啊。阿辉，啊，这阿辉这粗重的工课，这水桶这重都我来这我来做的话，这我的工课啊。啊，你若遐骨力啦，啊，透早了就找工课要做，啊，你就照顾头家妈就好啊，阿文经理做啊啦。头家妈伊收留我，互我食，互我住，伊这份恩情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报答。啊，要报答恩情，你就甲头家妈照顾好势就好啊，对唔？啊，无安尼，啊，摆你若想要报答恩情的工课，拢由我来做，吼。阿辉啊，这我的工课我来做就好啊啦。啊，这小可代志，做就好啊。免啦，咱你免遐忝啦。阿好兄啊，我唔是啥物大小姐，我来惊忝咧。我安尼啦，配合你后，若头前面可能起床，我来甲伊旁面汤水好。哈？什么？你讲啥？旁面汤水？啊汤，迄面汤水淡黄黄，你敢汤来我来放。阿好兄，唔对唔对。阿好兄。奇怪诶，啊头家毋是有两个某，啊一个某拢有一间房间，是安那两间房间拢无爱困，家己走来厨房困啊？文玲，啊，你今仔创啥物啊？无啊。无，去大厅涂骹扫扫的啊。哦，我都扫好啊。唔扫啊，走到换猪洗清气啊。哦。去啊。头家若要去房间困，一人伫厨房咧困。头家啊，头家啊，头家啊，安伯啊，前几点啊？8点啊啦。头家啊，你若无转房间困，困一只啦。头家啊，老夫人哦，叫我甲你通知一下，等下叫你哦，甲因斗阵去庙里拜拜啦。拜拜，啊拜拜因去就好啊，叫我去要创啊？老夫人讲哦，即摆是为了要替陈家求子孙，你若无真心去哦，是对菩萨无尊敬，你一定爱去啊。我甲恁讲吼，小等入去拜的时阵，恁就要较诚心咧。咱今仔日来的目的，都是要求观世音菩萨吼，会当保庇恁两个人，较早有咱陈家骨肉，知影无？入来去。来哦，要插车哦，胭脂水粉哦，来试这要看一下哦，胭脂水粉哦，来哦，胭脂水粉哦，要插车哦，来哦，紧来看哦，来来来，阿好啊，阿好啊，啊，头家妈，你甲文英两个人吼，咱早来遐事，搁摕去洗好清气，通我准备拜拜。好。彩云，啊你是咧想啥？无啦。无就好啦，紧准备来拜拜。你头家娘。喂你。就像迄化学细声，敢若亲像是水声，无可能，伊无可能来这个所在。不过，迄个声音明明就是水声，我是来看看。
彩云嘞，彩云人伫做？奇怪，拄则才甲交代讲叫伊拜公，就要较诚心嘞。都还袂拜煞，人就走啊无反应。你是咧变啥？头家妈，我来找你头家娘啦。我来甲文玲斗坐。免啦，那金纸去收收咧，通我准备烧金纸。哦。要10岁啊，我要买这个泡粉啦，唔知偌济钱哦。5角多啦。水星，不够啦。啊，你啊，咱来。水星，你当时知影这个所在？你当时开始袂做事？自从你嫁伊当来了，我就感觉咱故乡无啥好留恋的，所以我才开始袂做事。你过得好不？我无见，我哪有可能过了好啦？讲什么已经是等家啦，请你将我放回去好不好？我无可能将你放袂记。水星，这三个是我拜托的，请你将我放回去。是的啦，彩云，因为我无知道你若拍出变金咧，所以就目睭今日看你嫁伊当家，我实在真无路用。水星，若要管，就要管咱自己的命。什么命？咱那个自细汉斗阵大，咱冇手抓过，咱一世人永远拢要做伙，谁人也袂听说咱两个。你头家娘，啊，你也早来遮啦？头家妈咧催你呢。哦。你哪咧哭咧？你两个有熟悉哦？无熟悉，啊是伊欺负你啊？哎，你这无欺负我，你冇白药啦。伊无欺负你，你哪遮尔紧张啊？文英，我是来要胭脂水粉的，你冇白想我无？唔对，我感觉恁两个一定有关系。彩云啊，咱伫咧拜拜，你哪会家己一个人走来遮啦？你放宿顶一个人踮遐咧烧金纸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阿母，我知影我唔对啊。头家妈，迄日头家娘哦是走来遮买胭脂水粉的啦。胭脂水粉敢遐重要？等拜拜拜煞才买敢袂用的。是啦，彩云啊，啊你要走吼，你嘛甲阮讲一声，害阮大家吼拢咧替你烦恼呢。阿母，建昌，我知影我唔对啊啦。文玲啊，遐有胭脂水粉呢。较等下吼，等咱拜拜拜煞吼，看你爱啥，我才买互你。吼。啊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今日咧烧金纸啦。文玲啊，我讲真实的呢，看你爱伫啥物吼，我买互你。文玲啊，你嘛小等我咧，哦，我咧想物件，你做你行。咧？对啦，小我行行咧，运动，对身体较好。这路歹行吼，那等说是我。阿好兄，你先去头前等我啦。啥物哦？无啦，叫你去你就去啦。哦。你头家娘，你有话要对我讲？文英，拄则真多谢你。你头家娘，我拄则遐尔家暴，我唔知安尼做对唔对。啊，毋过你头家娘，我感觉你安尼足不应该呢。文英，有真侪代志你无了解，
我甲拄则迄个卖杂碎有结婚了，只是后来。哎呀，不管你以前有过啥物啦，你即摆已经是等家二头家娘啊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啊。二头家娘，就算我搁加步一摆啦，你以后哦，上好唔好甲你迄个卖杂碎的朋友见面啦，就伊放袂记啦。文英，假使讲你有真心爱过一个人，你就会了解讲，要将一个人放袂去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二头家娘，你都要想清楚呢，到时阵互头家妈发现哦。哎，啊你两个哪无要行啦？哎，彩云啊，你甲文英两个人安尼起起楚楚是咧讲啥啦？头家妈，拄则二头家娘是咧讲吼，伊甲求新民求过，希望吼会当较早一日吼替咱东下添一个金孙。敢有影？真是的啊！彩云啊，真正有这个心吼，我就真欢喜啊啦。小丁啊，你求啥？我求阿母会当身体健康，食饱哩。莫讲食饱哩啦，但我即阵食到60几岁啊，连抱一个金孙都无啦。唉，人伫咧讲吼，60无孙，老来无根啊。我若这世人无材料抱孙吼，我死目都唔愿开。阿母，你莫讲这款歹结条的话好无？搁再讲这款代志，就算讲要急嘛，急无落来啊。我当然是会急啊，你哪会讲袂急？头家妈，你放心啦，你心肝遐尔好，菩萨吼一定会将上高子的孙送来互你。真是的哦。真是的。哇，小等咧。头家妈，这送你。送我这要创啥？头家妈，这是路边的野花，伊就会当开花结籽啊，何况是人呢？野花就会开花结籽，咱等家嘛会开花结果。阿母，文英吼，实在真巧真伶俐啦。连这路边的野花吼，伊嘛有法度讲出这款的理由出来，实在真有见识。迄当然咯，头家妈，我之前毋是甲你讲过，文英哦，细粒子袂老搁饿死，点点啊，迄都无得找哦，偌巧咧。这算啥物有见识啦？咱东家吼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呢，哪会当摕野花来甲咱东家子孙比啦？头家娘，野花足强的呢，唔惊风，唔惊雨，一代传一代，安尼真好啊！头家娘，这花送你。小丁啊，咱收起来。我嘛希望讲，后摆吼，咱东家的子孙会当亲像这野花同款，各勇各强。文玲啊，来，你甲我扶，等来等。想起你温柔笑容，我惊是咱中，我惊咱朋友。安怎？你是唔甘火，还是唔甘放火的人啊？淑珍啊，你莫大家甲我见面哦，特别甲我冤家好无？可能是我身体无爽快，心情较无好啦。你身体也无爽快吼，我就较早休困的啦。我还有代志，我要出去处理一下。啊。建超，小弟，阿母，恁两个阿某是怎样冤家是？无啊，无。那安尼按是安怎讲？你怎样困在厝旁？唉，翁阿某应该是床头拍，床尾和啦。建超若要卡袂着，就去困厝旁。我啥物时阵才有法度通我抱孙？阿母啊，你莫怪建昌啦，是我身体无爽快，唔当叫伊去困别位。要若安尼，哪会不爱去困彩云的房间？老林，
可能是我讲无清楚，迄头家参算账算了较暗，所以才困伫咧厨房啦。敢安尼？对啊，是安尼啊。好啦，恁两翁仔某若无冤家吼，安尼我放心啊啦。小丁啊，拄则我咧庙的吼，人喺庙公有介绍我一贴的求子的偏方哦。来，来，喺庙公讲吼，最有效的呢，你这药单摕咧，照这药方吼去甲庙仔转来，吼。阿母啊，这药啊足歹找的呢。搁较歹找嘛，就爱找啦。除非吼，你无爱有囡仔。我当然想要有啊，毋过你看这，干那这边吼，散户头一胎的囡仔位啦，都毋知要去倒位找啊。安尼要安怎？敢讲这药方我白求的哦？无看恁啦，这药方吼交我处理就好。我嘛希望讲吼，我早一日会当做老爸啊。就算讲这药方落歹找，我嘛会想办法甲找到这转。阿母，小丁啊，阿母我出来去吼。小丁，阿母，遐济，阿母甲你讲啦，若讲到这翁仔某冤家吼，这应会的啦。也毋过上重要的，就是讲两个翁仔某一定爱知影讲互相尊重、互相关心、互相体贴，安尼翁仔某吼才做会久长啦。拄则阿母看恁两个安尼，知影讲互相关心，阿母足欢喜的啦。我看吼，大概免偌久我就会当抱孙啊啦，有希望啊啦。想起你温柔笑容，行是咱中，破镜难容易。哦，哪有我是你啦？连袂输某表鬼咧，我一讲哦，真正互你惊死。哎呀，臭毛毛！你是嫌我的走去创啊啦？无啦，你家己鼻看嘛，臭寒酸甲，我甲你洗洗，哪害你啦？免你洗。哎呀，不要紧啦。你若无代无志要水我的衫？哎呦，阿煞唔知影，以前对你无够好啊，那阮即摆想要对你较好诶。免，你对我好甲无好吼，我拢无差。哎呀，你这戆大呆，人个心事你拢唔知影。心事？你是有啥心事啦？我甲你讲，你有心事啊，心事你哦，参我也无啥。哎呀，你戆大呆啊，人个心事就是你嘛。啊？是我？当我是安怎啦？啊人介意啦。你问我后壁我甲害死啦！都袂用你啦，你袂用介意我啦。是安怎袂用？敢讲我骗你袂得过？无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安尼啦，你都唯一都袂用你啦。我跟你是真心真意呢，阿红兄，拜托诶，你娶我好不？你娶我啦！好啦，你来撒谎小姐用的啊！你敢真正要急要嫁人？我以前是袂着急啊，也毋过我即马都无搁着急吼，你就要变做别人的啊啦！阿红兄，我拜托，你娶我啦，你娶我啦！好啦，我拜托你啦，你你娶我啦，阿红兄，你两个在吵啥啦？想啦，老朋友，你听我解释，对哦，我咧破茶啦，全了无代无志走来啦，到我而且我惊一条啦，伊讲要来做啥啦，所以伊甲嘟用迄香的果子啦，果子了后你就来啊，来我就徛伫遮就。我袂讲啦，来我讲啦，头家娘我来讲哈，你袂使人笑哦，而且吼，我莫请头家娘替我做主啦，多数唔知影，阮介意好兄啦。才会知影啦，伊无介意，无去介意的原因啊啦。